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市长卢秀燕3月底要访问美国，讲主要的目的是要破除疑美论，让外界认为甲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有路线之争。因为有风声讲卢秀燕到美国访问的期间，郑丽文要甲习近平来会面。卢秀燕的子弟兵嘛是立委黄建和讲，国民党甲美国的政界有长期稳定的沟通，多方来了解，对国内的政局有帮助。分享这座访美国的行程，台中市长卢秀燕2024年7月头一届访问美国，伊也证实伫今年3月会搁再出访。除了进行城市外交甲照相考察，主要目的伫战略沟通，要破除疑美论。我们跟这个美国过去的这个长期政绩的互动非常的密切，所以这一次到美国出访，我想也是一个正常的过程。所以我们也鼓励各界的这个政界有机会的话，也能够多前往这个美国，大家能够多方了解。考虑到机会将伫3月24开机，卢秀燕出访的时间可能定伫3月7到20。有媒体压料，党主席郑丽文将伫3月12甲习近平会面。就算党中央背会，也毋过卢秀燕访问美国，敢若是要拼赶伫第10回进程完成。卢市长可能会有方面，你有没有什么看法？领导人却因为选举的命运不一样，所以2个人跑得快，一个要跑去中国，一个要跑去见美国。真的很奇怪。当然，那党内路线不更新。随着行政院办接到2500亿的国防特别条例，将和民众党办并案审查，国民党办的军购案却也未出炉。根据了解，郑丽文希望将美国去年宣布的3500亿8项清单写入去草案内底。有一寡南洋的立委认为，卖手提出的金额若比白洋较少，归去直接贴民众党的版本，或者是审查时强提修正动机。有南洋的立委讲，希望预算的规模定伫咧8000亿，那个军购的金额扑一个想象，归去就卖讲。本来都是在沟通的程序当中，哈，那大家再稍待一下，我相信国民党会提出最好的版本。国民党有人亲美，有人亲中，两派的战争也已经开打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